有台湾第一乡之称的台南西港的挂乡，因为疫情扰乱，绕境无法度来举办。昨日一透早，庙方的人员甲信众低调来举办着烧王船的仪式，祈求疫情早日来结束。今年因为疫情影响，无法顺利举办西港挂乡。重点的烧王船经过延期了后，嘛已经顺利的举办。即摆庙方感谢信众的体谅。照你讲，科技做煞嘛是爱送王啦，加工就送王。毋过呢，因为迄阵还未解封，所以讲呢，应该讲到近嘿，到今仔日会当来话解封了后，咱再来做一个送王这个仪式。虽然讲即马疫情有较回，不过庆安宫游园无开放民众入庙内。拜倒互这信众会当外口庙外呢，会当来做跪拜点香，而且呢，倒甲倒中间呢，拢有一段距离遮所有信众大家做一个保险。因为疫情，和西港挂乡无法度举办，和不管是顶头还是信众，拢感觉真无彩。即马嘛只能等3年后才过来。